哈利路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今日敢会知影，今日是什么的日子呢？咱的母哥帮我回应一下，好不好？父亲节。对啦，是啦，就是咱的父亲节。甲你边仔的爸爸，还是你家己是爸爸，还是你爸爸伫什么倒位，拢不要紧。对伊来讲，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台语要安怎讲呢？来，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这回来讲来，父亲节快乐！咱的爸爸就亲像咱的天父同款，咱的爸爸是上帝手术予咱的一个恩典，有一个地上的爸爸，咱嘛有一个天父上帝，伊伫天顶，伊咧照顾咱，伊咧顾守咱。所以讲今日是最特别的日子，而且今日我就兴奋要安怎讲？兴奋吗？我就欢喜，因为呢，今日是咱最后一届的线上的主日，哈利路亚！后礼拜咱就会当伫教会见面，哈利路亚！这是上帝收赐的恩典，咱做伙站起来，咱做伙对咱的位站起来，咱来讹了咱的上帝，哈利路亚！荣耀来，讹了咱的上帝，阿们。这回来拍手来，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我主对头来，起来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上帝欢喜对无？上帝欢喜无？所以咱的这个时阵，你甲你边仔讲，你的儿乐，上帝欢喜，哈利路亚！咱做伙来。
头来讲，起来学乐好不好？好不好？起来，头拄仔是起来音乐，即马是起来学乐哦。面前，起来学乐，学乐，学乐主耶稣，起来学乐。最会对头来讲，起来学乐，学乐来哦来，起来学乐，学乐主耶稣，起来学乐，学乐。
姊妹，这时阵咱来做一个祈祷，咱向咱的爸爸、咱的天父献上咱上大的感谢。咱的天父上帝，伊顾守咱，伊看顾咱，伊保守咱。咱向伊献上每一天的感谢，伊予阮会当敬拜，咱来感谢；伊予阮有声音，咱来感谢；伊予阮疫情有得到的控制甲趋缓，咱来感谢。咱做伙献上咱的感谢，咱举起咱的手，我数到3，咱做伙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是守护咱的上帝。主你保守咱，主你看顾咱，主你保守咱伫这个昨天的台风当中，主你看顾咱，你看顾咱的全地，主你保守咱的全地。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感谢你，哈利路亚。咱知影万米拢充满主的恩典，阿门。阿门。咱做伙来讲，万米充满主的恩典，充满主的恩典。做伙来讲，我嘛要充满主的恩典。我嘛要充满主的恩典。咱来用这首歌来讹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春风吹来，几阵幽兰。写着欢喜的音色，溪水边草无青水水个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的爱。对头来敬拜伊。做伙来讲，春风吹来，几阵幽兰花香味，枝头的小姐欢喜的吟诗，溪水比草无青水水个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的爱，对主来讲。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溪水比草无青水水个甘甜。我看见上帝，今日就要咱比巴咱的心，咱来再来
讲，对主来讲，嘿，一支草，一条路，生命天父大主爱，这是咱天父的作为。轻声来讲，对伊讲来，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父大主爱，一口开，一滴水，好事弯弯命。做伙来自由来敬拜伊，恩主献上你的感谢甲祈祷，哈利路亚。你伫你的厝，你就会当自由来敬拜伊，哈利路亚。主我敬拜你。
的一生拢伫主的内面，一生踮伫主的内面，阿乐你创造大观念。最后一摆来讲。一生踮伫主的内面，阿乐你创造大观念。咱今摆咱来祈祷，主啊，主啊，咱要来讲，你是咱的天父，我嘛要甲你讲，主，天父上帝，祝你爸爸节快乐！你是咱的爸爸，你引带咱，你互阮上大的稳定，就是一生拢伫会伫主的内面。感谢主，咱继续将咱的敬拜、咱的娱乐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来引带咱。感谢娱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这是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本会教会公告。第一，指挥中心宣布，8月初9到8月23日，防疫的暂级维持2级。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要伫8月14日起，渐渐恢复做实体甲线顶并行的方式来实施。不过详细的做法，还佫需要等到申请甲规划了后，才佫公告，并且兄弟留意配合。第二，加入线上聚会的，并且小组长配合，汇报各组线上小组聚会人数。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且一定要帮助囡仔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囡仔的权益。第三，疫情期间，敬请兄弟尽到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善无停止，奉献无停止。第四，教会鼓励兄弟利用以下的方式来奉献：A. 线上聚会的各项奉献地会当家己集中，每月一届摕到办公室奉献。B. 参加小组的兄弟，小组长若方便，通协助代收甲代转。C. 兄弟的奉献也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的银行口座奉献，但转销了后，请联络办公室单配分干事报知影，互你要奉献的项目，方便周报来刊登。第五，伫疫情中，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提防，但目的惊吓，搁较侪祈祷，搁较侪互相照顾，用实际行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本会定伫本主日下晡3:30伫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第三，小会公告接纳沈银山姐妹的圣灵会籍，对高雄中会福德教会转入本会，愿上帝赐福。第四，本会有拍第2集俄罗赞美操的影片，放伫教会 YouTube 的频道，请兄弟伫厝内也用机体做伙俄罗上帝，欢迎大家做伙收看。第五，本会庆祝设教70周年，举办油厂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的设计精选甲歌曲创作的精选，欢迎有这方面的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详细的报名表请往办公室索取。第六，幸福小组全球线顶演习会定伫
10月初2到10月23，拢总4个礼拜，会拜六上午9点半到下晡的4点举办，费用是1200块。8月31以前报名的是走领者800块，教会补助依规定提出申请，请伫8月31以前线顶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大项具体消息，儿童牧区暑假儿童线顶的营会开始报名，因为疫情关系，犹原维持线上营会计划。为了要维持品质，只开放30名，名额有限，额若满为止。详细消息请看儿童牧区的粉丝专页，报名请往私庭传道。第二项合作社，第一项社员安心低利率的贷款12万，年息2.4%，即日起到8月31日查止。第二，社员在职的军警公告贷款30万，年息3.6%，即日起到11月30日查止。助学贷款专案毋免利息，即日起到协会每学期助学的贷款额度满，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当地读本国的政府公立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余贷款请往合作社来洽询办理。以上这是这礼拜的报告。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仔讲道的讲员是洪世准牧师，伊要分享的主题是做天父囝儿的喜乐。咱做伙来欢迎王牧师。各位网络以及电视机的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清早来敬拜主。伊还未听信息之前，咱邀请妇女圣歌队甲咱献诗，因所献的诗是奇妙的应允。咱做伙拍手啊，来欢迎咱的妇女圣歌队。
感谢妇女圣乐队为咱带来遮尔美好的歌声。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尼米记第8章，咱要对第9节到13节，上帝话安尼讲：总督尼米做祭司的经学师以斯列，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讲：今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伊阁甲因讲：去啊，去食肥的米，啉甜的米，无避饭的米的人，就分互伊。因为今日是咱的主的生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对安尼，利未人安慰众百姓讲：着静静，因为今日是圣日，毋通忧闷。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大欢喜，因为因明白传互因的话。隔日，众百姓的族长、祭司甲利未人，拢聚集到经学师以斯列遐，要谛听律法的话。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可去行的。利未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今日是咱父亲节父亲有人讲用谐音就拢答了，叫父亲啦吼，拢答了父亲为了家庭的开销这做老爸拢爱付亲当然，怎么有真济的家庭翁仔某拢是上班双薪家庭，所以纳费用不一定是甲父亲纳了，有时是太太趁钱嘛会纳了，所以各一个家庭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父代母职，还是父代母代父职，父代母职单亲家庭。我家己是上阮的爸爸嘛是牧师做爸爸第2档，你问我讲爸爸有啥物？做爸爸有啥物感受我有一个感受有时嘛真辛苦定定食圣餐我定定去阮兜食圣餐恁逐工拢伫遐守圣餐哦？没有啦，圣餐就是阮上阮食剩的，无爱食袂落的，因爸食啦所以身材拢安尼变样我定定食圣餐有辛苦嘛有欢喜啦前几工阮上阮走来甲我讲，爸爸爱你我听听的，心内有安尼安慰。2岁半的囡仔伊表达无完全伊应该讲爸爸我爱你，讲爸爸爱你安尼听着心拢融化伊有时伊做毋到代志有时足受气，总是看到伊骨水一面迄受气佫减一半当然对囡仔的面顶悬看到伊欢喜幸福的面真正做老爸嘛感觉安慰。今日是咱的父亲节，咱用做上帝天父囝做茶来思考，咱俩做是上帝的囝，咱有对天父上帝有得到什么款的喜乐甲祝福呢？当然，你讲的是信仰伊教会中间，咱是大家庭咱教会属灵老爸，就是咱陈建甲牧师，所以咱嘛甲咱的陈牧师讲父亲节快乐有影做主任牧师，伊要担起真济责任，伊要承担真济压力，所以咱的父亲节。咱嘛毋通袂记住，咱来甲咱的属灵父亲陈牧师甲伊讲父亲节快乐。而咱的今日经文中间，咱看到当尼米奉波斯皇帝的命令，
担任治理犹大的省长。伊圣经内底咧记载，到第7月，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的城。迄时百姓亲像一人，拢聚集伫水门宽阔的所在，请经学士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就是耶和华捌命令以色列的。所以，咱对经文中间，咱看到希伯来人的7月初一，就是因的分扫角的节，也是因的新的年。因聚集伫水门的所在中究竟水门是什么所在？水门是通往耶路撒冷城主要水源的基顺泉的一个城门。城门前有一个真宽阔的广场，伊会当容纳群众真济。咱看经文中间讲，请经学士以斯拉来读律法的册、摩西的册。咱看了经文中间，请经学士带摩西律法的册来到水门，可见当时的省长尼米对经学士祭司以斯拉的尊重。咱看圣经中间祭司经学士以斯拉带律法的册念予迄当时明白律法的男女来听，迄代表什么？当时的广场遐的男女听以斯拉念律法的册，因的年纪已经到某一个程度，因已经听有迄个律法的教示。当时经学士以斯拉带律法的册来到一个用茶做的木台。亲像咱今日讲台讲馆徛伫遐要创为着要念律法的册，互大家听，所以特别准备迄个木台，互以色列徛伫顶悬念律法的册。当以色列拍开律法的册时阵，性命就出来，性命树的温果就出来。所以当以色列宣读上帝话时，只人讲举手，阿门，阿门。了解，因听到律法的册，学了上帝，阿门，阿门。这让我想到去韩国的教会，去鲁伊岛纯福音教会，因为这礼拜时，那听到牧师讲到讲。上帝的全能，学了上帝，那对上帝的对象是对上帝，因为会众讲阿门阿门。另外那假使这礼拜无专心听牧师讲道，当牧师讲到对上帝学了、对上帝全能这部分的赞美，若无专心是。唔知影来及时来讲阿门，来回应上帝。所以你知影，当时的百姓是专心一致咧听以色列，伊遐听律法讲律法的册，因咧讲的时因就阿门阿门，学了上帝。你话迄个敬拜的情景是偌感动人。大家专心一致，阿门阿门。所以咱看到以色列就学了上帝，有机会把生命、甲平安，通过祭司经学士的嘴传出去，互百姓听见。这是何等的宝贝！因为整个的焦点是律法的册。是咧上帝罗宝传出的生命的话，伫因的新年，就是分扫角的日7月初一，互生命出来，互每一个人伫迄个水门的广场，伊领受上帝话语的祝福。
咱看到原来犹太人因这样看重律法册，所以这是以色列伊特别准备这茶的箱，徛去顶悬，为着要会众看到迄个律法的册，而且听见律法的册的教示，所以，互伊伫宣讲的时阵，百姓就明白律法册，明白这字伫咱的这个经文中间出现几多解。所以宣读律法的册，等于是宣读生命树，就是互因看见，互因听见，互因明白，因就领受生命。因特别是新的一冬，以新的时代，因要领受新的生命。上帝话语的样式，了解，因是带着这样渴慕的心来敬拜主，来听上帝话。伊圣经内底总督尼米甲做祭司的经学师以色列，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讲：今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生日，恁唔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所以了解咱对经文中间，咱看到。百姓听见律法的册宣读的时候，大家深深受感动。一方面，以前唔捌安尼听见；另外一方面，因接着律法的册的内容，因看见家己的罪。咱知影，上帝话亲像一面镜，照光你我的内心。互咱以上帝面前来受光照，照着家己软弱不足的部分、罪部分。咱所以看到尼米第9章开始咧记载，因就开始要认罪，所以因听了这律法的册了，真感动，而且因为了家己的软弱、家己的罪过。伊也啼哭。今日是因分扫教的日，也收做圣日，也是因犹太人新的一年的日。经学师以色列勉励大家唔通啼哭啊！现在生命上帝已经予咱。新的生命予咱，咱应该先欢喜。咱领受这生命应该欢喜。这时以色列伊讲，伊阁甲因讲：去啊，去食肥的米，啉甜的米，无味万米的人，就分予伊。因为今日是咱的主的圣日，你唔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这百姓，众百姓就去啉食，来分予人，分米予人，大欢喜，因为因明白所传因的话，所以咱了解咱看到，因的快乐，毋是去做外在迄个。车花音乐，因的欢喜，因的喜乐，咱是听见上帝话了，因对主的话中间领受感动，因对家己的软弱不足，认罪祈祷，罪得了赦免，性命得了逃跑，迄个喜乐就出来。所以因快乐，是因为因领受新的生命。所以上帝话就是灵，上帝话就是生命。阿们。所以了解韩国瑞道教会信徒，因就听见牧师对上帝话俄勒对上帝权能的肯定赞美，因听见了阿们阿们，就是安尼。
因耶稣阿门。上帝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咱领受上帝话时，咱的生命改变，咱就领受新的生命的领受。耶稣讲，所以我甲恁讲，所以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了解？耶稣甲咱讲，所以我甲恁讲，所以我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所以流发的是上帝话，是生命。一切靠着上帝话来行，生命树的时代就展开啊，就开始啊。天父上帝对咱的听，咱会当通过亲像利未时代，读上帝话真理，互人听时，人生命就得到能力，得到喜乐。所以咱了解，咱看到，当时利未读上帝律法的册，互百姓听的时，一方面感动，一方面为了家己的罪来认罪流目屎。上帝的神，上帝的喜乐，上帝的能力，在这时阵临到伫百姓中间。所以咱看到，通过上帝话圣神的做工，互咱看见上帝对咱的心意，但是爱咱及时归向咱的天父上帝来悔改，互咱无去硬咱的心，互咱无因为硬咱的心、硬咱的颔棍来得罪伊。所以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迄当时甲群众讲，上帝已经设立伊做主做基督，就是恁所定世界。百姓听见使徒彼得伊宣讲上帝话，圣经讲啦，心内的气切。迄当时的群众就问彼得甲其他的使徒兄弟啊，我着怎样做？彼得甲讲，各人应当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因的罪赦免，高受圣神的赏赐。所以咱看到，当时的百姓领受彼得甲因讲的话了，因着伊心刺切，问使徒因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各人着应当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因的罪赦免。迄当时有偌济人，迄当时当彼得咧讲时，一人心听了受刺激了，有3000多人洗礼。所以因通过彼得宣讲上帝话，心刺激。为什么刺激？上帝话光照因，看到因的不足，因看到因家己不足，认罪祈祷。因为上帝话，互因谦卑反省悔改，因着领受一个顶头新的生命。因为呢，喜乐的生命，属灵的快乐，就因为安尼得到。所以了解，咱看到来到教会，是要对上帝话语中间，对属灵的老爸中间的仰视，互咱的灵得到帮助，互咱灵得到反省悔改，互咱的灵得到充满，互咱的灵得到快乐，互咱得到喜乐的生命。阿们。所以了解，咱看到，真做天父上帝囝，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唔知你有这种感受无？所以我哋讲教会是啥物？教会绝对唔是一个俱乐部，
教会绝对毋是亲像一艘游艇，也是轮船，带人去旅游的工具。教会爱亲像啥物？教会爱亲像一只救命船、救难船。船驶出去，就是要救人为难的性命。有影，教会爱成做一个救难船。当人伫海难中间咧受苦、危急性命的时阵，船开出去，毋是游览，是要救人的性命。教会就是爱亲像即个救命船、救难船同款。要救一失丧灵魂的性命，所以保罗写配合加拉太教会信徒讲：因为恁是做囝的，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后叫阿爸爸啊，亲像安尼，恁毋是犹原做萝卜，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服事。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耶稣基督还未来进前，救赎的计划还未成就进前，犹太人已经承接属天的产业，对来对因的列祖亚伯拉罕来，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上帝亲自对伊讲：“你是我所敬的百姓，是上帝所敬的选民。”因有摩西律法，有上帝甲因立约，所以伫耶稣基督还未来进前，因佫是囡仔，因的属灵性命像囡仔同款，还未成熟，因此通过这个经学书，通过当时的宗教领袖托管因，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亲像属灵的管家同款。迄属灵管家就是世俗的修学，就是律法。因是通过律法遵守，行伫真理的顶端，行伫上帝道路顶端。总是因必须要完全的遵守，总是了解。伫犹太律法，无一个人会当完全遵守。所以，当伊属灵若长大，因就成做上帝囝，总是因的属灵的赞助，用困难的方式，一直无法达到迄个成熟的目标。因为人毕竟是两者，无法完全伫律法。只是基督来了，因就成做属灵的囝儿。圣神互咱呼叫阿爸爸啊！所以当咱会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亲像爸仔囝讲起，甲上帝讲：“阿爸，天父上帝啊，我拄着困难啊，阿爸，我需要你啊！”亲像囡仔咧叫老爸同款。晚上阮若咧厝咧，爸爸爸爸。也是叫爸比爸比，我听到伊咧叫的时阵，我就知影伊的需要。我会及时我偷看伊需要啥。了解，基督互咱恢复甲咱天父上帝关系，互咱对律法受救赎出来。互咱得到属灵囝儿的名分，咱无搁做囝儿，因为囝儿是律法的萝卜，一直受牵制。所以犹太人进前是承接属灵的产业，无对，总是因是属灵的囝儿，因受托管。因无法度用到因属灵的产业，
有但用袂着。现在基督来啊，咱无过是奴仆，咱会当承受上帝予咱的产业，咱会当伫基督内底领受迄属灵产业的祝福。阿门。所以，当犹太人伊犹原有奴仆的心顺，犹原做旧约的奴仆，因犹原是要通过这行为，通过靠行律法啊，肉体的力量、割礼的方式，要得到救恩。因犹原活伫迄个过去迄个奴仆去做囡仔的心境，因无法度得到完全救赎的模式。虽然因是属灵的囝儿，无过去像囡仔共款。你知影囡仔是无啥物自由权的，大人叫伊往东，伊无权利往西，拢是受指示。总是咱看到，迄当时的犹太人伫律法的内面，虽然是属灵的囝，却是因灵受律法的束缚，无自由。所以真侪人虽然信基督了，伊原是做囡仔，伊原是做奴仆。虽然因无佮遵守过去旧约律法的迄个节假事束缚，正是因的头脑佮改袂过来。亲像咱一寡人当信主了。迄以前拜拜的习惯，以前拜拜的思想，以前拜拜迄个模式，伊原停留伫伊脑海中，停留伊的行为的模式中，一时间拢改袂过来。虽然外在已经领受洗礼，外在已经信基督，但是内心还未改变。伊原受到迄金钱、民主、情欲、享乐、无安全感的问题来束缚。所以，了解，当咱信主了，成做上帝囝儿，咱就要开始有属灵囝儿的身份甲眼界，咱就要开始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生命，对内在生命更新到伫外在，毋通外口。有啊，内底无改变，亲像迄水果无？水果你往外口敢若熟的，甲切开还是掰开，内底还未熟。了解，你我领受上帝属灵囝儿的身份，咱就爱恢复，咱就爱内面有属灵囝儿迄个成熟度，迄个自由。毋通去互外在迄个过去来束缚，咱有属灵上帝眼光甲角度的看见，亲像咱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共款。咱听每一个人，咱愿意为着人来派去世界，咱愿意伫圣性的内面结出圣性的果子，伫真理内底得到完全的自由，无互这世俗的律法的款式受束缚。所以。当咱信主了，咱就要脱离迄个世俗小学的束缚。律法就是规矩。几礼拜前咱讲到律法是啥物？律法根本是好的，是要帮助人脱离迄个束缚。但犹太人认为，你要得到救，你就要通过遵守律法。恁才会得到救，于是问题来啊！律法千万条，无法度守到完全的一条，人无法度完全遵守律法。特别犹太人，因对律法的遵守真严格，千万条只要一小条、一条无守到，因就甲你讲，你无守律法，全盘否定。你会问讲，牧师啊，为什么因的律法咱千万条，
原因真简单，这个卡数 A 的经学师，伊对某一项教师，伊讲，这某一个教师遵守的规矩，敢若无法度达到迄个精神，伊就设几条规矩伫迄个律法的内底。然后呢，换未来看到这个律法，这律法的规矩设了，佫无够较正，无够严谨。我佫爱设几条啊，安尼修较会完全，较袂得罪上帝。佫加几条啊，对这，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律法会愈来愈侪呗，侪啦，互你侪加修袂掉，互你无怪会当完全守律法的人，无一个人啊。所以特别犹太人，因佫想讲要佫着遵守律法，迄个行为得救，那是无可能的嘛。所以真侪犹太人，因知影迄律法侪到千万条守袂条，因就规矩安那，这是形式的啊。意思讲，因心内根本无相信律法迄个行为带来的救赎。心内都做袂到，都我都相信，但人要求都爱，互你看到有这个行为，无做样子啊，做一个形式的，互人看一下，了解咱看到，这是犹太人因上大的问题，做样子，了解。如今咱已经信主，咱真做基督教里的身份，咱要脱离迄个律法的规矩，咱靠着圣神的开展，领受新的生命，互咱以新的生命中间来反悔，互咱以圣神的中间，咱来认罪祈祷，互咱对上帝的神的教示中间。得到完全的踏放，以上帝生命的里面，加上上帝经历的里面，得到喜乐，得到自由。所以了解，咱领受天父上帝陪伴伊的囝耶稣基督世界稳定，互咱甲天父上帝恢复关系，圣神互咱会当称呼阿爸爸啊，互咱伫基督内底享受完全的自由。互咱无受外在的律法的要求的束缚咱，互咱真做自由。所以了解，咱千万伫信仰中间，唔通做亲像迄犹太人共款呢，看重迄个规矩，外在迄个规矩要求，真做人的束缚。了解。咱长老教会是150年的历史，有真侪认为我做长老，我就爱有长老的传承。老爸做了，囝做，想尽办法要做，互囝做长老。了解，毋是讲做长老毋好，做长老这份是荣耀的呼召。总是。咱若用长老教会传统的真济应该安怎，长老教会一定爱唱圣诗啊，长老教会礼拜应该安怎？是用长老教会我是第几代信徒啊？第几代信徒，若无迄个新的生命，亲像法利赛人共款，外在形式，内在没更新，所以呢，咱若承袭真济传统，确实无真实的得到改变生命，有啥物帮助呢？迄个信仰，互咱真正作茧自缚，互咱亲像法利赛人甲守迄个规矩尔，安尼是真无彩。安尼是毋是互咱失去迄个生命得救咧？了解最近我对70中的一个牧师伊写 FB， 伊纪念伊的老爸，伊讲伊的老爸第一届做生意失败，然后伊老爸就去开计程车，逐天开12点钟，伊遐趁钱，趁的钱佫欠起来，佫去投资，佫失败。伊老爸2届
做生意失败，袂堪真人安尼对伊安尼倒口正舌，因后尾心内真郁卒，真无面子。因后尾走去无人伫个工地伊遐掉头自杀。迄当时迄个牧师，伊可能年纪是个细汉，伊无法度陪伴伊老爸度过迄个艰苦的时期，所以伊老爸掉头自杀了后，伊就成做一个失去老爸的单亲的囡仔。总是当伊的性命临满住了，伊就弥补到伊无老爸迄个痛，弥补伊无老爸迄个痛陪伴伊遗憾。了解当时的经学书以色列念如何济互百姓听的时，每一个人听见如何济为着家己的软弱来认罪祈求。特别因伫新的年，以色列甲因勉励，毋通阁祈求啊！恁来起来，恁来喜乐，恁对上帝的话中间得到喜乐，得到快乐。了解咱的生命爱因为基督的关系，咱成做一个新的关系，因为基督互咱恢复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以了解，当咱领受天父上帝的听顺，咱伫基督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咱通过基督的听，咱结出圣性的果子，通过圣性的果子回应咱天父上帝对咱的听。所以了解，勘猜你是一个单亲家庭，可能你是一个欠缺老爸听的囡仔，总是天父上帝的听要满足伫你的遗憾、你的欠缺。上帝要用伊的听大大包围你，互你生命领受上帝满满的祝福。了解，当你领受这个属灵子女的身份，你是不是会通过上帝话中间来得到喜乐、得到快乐的？当你有这个生命、属灵生命，咱唔通陶醉，咱来珍惜这个属灵的生命。看当你甲天父上帝迄个关系，你就得到重新的祝福甲喜乐。咱来唱这首诗歌。咱做伙来吟。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我爱你，敬畏你，怕摆在你面前。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咱唱第二集。上帝子儿，我要学着你。上帝子儿，我要学着你。我爱你，敬畏你，怕摆在你面前。亲爱的你，我要学。咱对头第一集来吟，亲爱的天父。天父来讲，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我爱你，敬畏你，怕摆在你面前。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咱唱第二集。上帝子儿，咱就是上帝子儿，咱要学着你。上帝子儿，我要学着你。对主来讲，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敬畏你，怕摆在
来讲，主啊，我真正就爱你，哈利路亚。我爱你，敬畏你，怕拜的你面前，亲爱的你，我要爱着你。这个时阵，另外这咱食做上帝的囝儿，你对这个属灵的身份中间，你应该会得到满足的喜乐甲快乐。阿门。愿主施恩祝福。咱即时咱为着咱几项代志来祷。第一项，咱为着咱的疫情的控制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这个风台如比同来带来台湾陆陆续续一个灾情，咱恳求上帝怜悯，这个救灾，这一切会当真紧恢复正常。咱也为着咱这疫情周围国家来祈祷恳求上帝互迄疫情真紧来消散。咱也为着咱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今日是咱日本东京奥运的结束的一天咱为着因的结束顺利圆满来感谢。咱也爱为着日本的疫情怎么一天得病人数真济为着日本的疫情，为了咱教会这事工的目标来祈祷，为着咱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咱知影身体真济兄弟欠安，咱来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互因虽然伫病痛中，依然无失去对主的信心和活过。咱三个祈祷，是我听上帝，阮为着阮台湾疫情来控制来祈祷，愿上帝你神怜悯伫你的中间，主你的神帮赞广告，伫阮周围国家因的疫情愿主你神广告今日是日本奥运结束愿主你感谢你的保守，这运动的大事顺利完成。为了日本的疫情恳求你施恩怜悯，互日本的疫情通过政策通过疫苗来受控制。愿主你神为了这身体两者兄弟，愿主你信心做工，互这两者兄弟得到互因的病痛疫情的国家来祷告。伫印尼、伫日本、韩国、华南，主啊，你拢医治全地，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是阮听上帝，阮将阮逐项事内底的事拢摆在你面前，愿主你照你的旨意成就阮的中间，互阮经历上帝你听阮丰盛恩典临到伫阮的中间。愿你主面前奉就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脚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愿上帝施恩祝福你，咱中间领受上帝属天的恩典。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平安。